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9月1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第1节到第5节，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4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13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。今仔日是基督教节期的十字架日，为着要纪念上帝的救恩。这个救恩是上帝赏赐予世间人的应允甲恩典，嘛是圣经中间上帝一贯的应允甲救恩啦吼。咱若看到出来及记的过程的中间，当以色列人伫迄个路中拄着火蛇，咱讲毒蛇的攻击的时阵，上帝就爱叫摩西爱做一只铜蛇来高举伊，就会当得到救。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记载着当初时情形，甲伊所要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情形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到以东的地，伫红海的路咧行。伫路呢，因的心真烦，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：你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互阮来死伫这个旷野，遮无食物、无水，嘛无爱搁食这个白泡无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伫人民的中间，甲因以色列人死真济。人民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，求你求上主甲这的蛇拢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人民来祈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铸一只蛇，吊伫个旗杆仔顶，互蛇夹着的一个看就会活。摩西就铸一尾铜蛇，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一个看到这尾铜蛇就活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嘛，特别有提到着讲十字架救恩的信息，并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接受，甚至伫迄个中间有人认为讲这是愚妄的代志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4节，保罗话安尼讲：十字架的信息对遐个灭无得行的人来讲是愚妄，不过对咱这个得救得行的人是上帝的大快乐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我要消灭智慧的人的智慧，我要去杀聪明的人的聪明。安尼智慧的人伫倒位？经学教师伫倒位？这世间的雄辩家伫倒位？上帝已经互这世间的智慧变成做愚妄啦。既然世间人袂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，用阮所传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。犹太人求神热，希腊人找到智慧。不过，阮宣扬顶十字架的基督，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是阻碍，对外邦人是愚妄。毋过，对上帝所敬重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这个信息是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大快乐，是上帝的智慧啦吼。上帝救恩赏赐予所有的人的，但是更重要，牧师定定提醒，要赏赐予所有接受的人的。因为就亲像保罗的话讲，迄个十字架的恩典，有的人认为是愚妄，遐的人就袂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，所以因就袂得救。亲像约翰福音3章
第3章13节到17节的记载讲的，对天顶降临的人子以外，无人捌上天。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的铜蛇，人子嘛一定安尼受举起，互这个逐个信伊的人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赏赐互世间，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灭无，反倒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间，因为上帝差伊的囝来世界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耶稣基督是为着要拯救世间人来降生的，所以得爱相信，得爱接受，才会当得到十字架的救恩。诗篇98篇第1节到第5节，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。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，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。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实，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。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。着弹琴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讹乐伊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的恩典，只要阮愿意相信，就会通得到救恩。感谢主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